台南新老病院每年将迎接160周年，为了让员工找回医疗团队的初心，并且做好文化的传承，上午特别交代财团法人中国生产力中心正式来签署 ESG 永续经营合作的备忘录，希望在推行 ESG 甲着永续经营的合作过程中，会用真正落实善尽社会责任，并且保护地球，推动建立友善的就医甲着幸福质量的环境。新楼医院在160生日的前夕来安排这个签约，是跟 CBC 一起来合作，希望新楼医院过了160年后，还有 N 个160。那最主要就是永续经营。那永续经营，我们没有忘记马雅各医师当年所带过来的宣教的概念，我们会把这个宣教继续往前行。但是现在的 ESG 是永续经营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所以我们今天跟 CBC 一起来合作，希望他带领我们新楼医院在 CBC。带领我们在那个 ESG 方面，对环境、对社会关怀，以及在治理上面，我们能够多做一些改变，让我们新楼医院能够在绿色方面、在包容方面、在透明化方面有一个新视野，来符合我们新楼医院。我们对新楼的期盼，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承诺。那希望在马雅各医师创办人。他事实上在医疗传道这个核心价值上，那慢慢在未来的160年的过程中，把医疗传道，甚至于跟 ESG， 甚至于所有这个未来这个发展的一个目标，我们透过我们的专案的一个顾问辅导，把它建立更完整的一个阶段的一个达成。那也期望在这个计划完成的时候，新楼医院能变成我们非常有名的一个 ESG 的一个发展的医院，那同时也能够经过第三方能够给予奖项的一个评定。上午的签约由着新老病院的院长刘启举，甲着生产力中心的总经理张宝成共同来签署，由着市府机要秘书陈宗明来做见证，希望透过双方的合作，开创未来新老医疗的新视野。实现双方共同的永续愿景，有更较侪160年的永续发展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